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新闻定来讲到篱笆换太子，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梨，老于梨，读第5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梨是骨肉款野兽的名，亲像是山狗同款的动物，像咱讲狐狸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狐狸精，字面的意思是讲修炼做人的狐狸。古早嘛会当比喻做卖查甫的查某。当然，现代性别平等应该无限制某一个性别，便若是会当卖血人的，可能拢会当比喻做狐狸精。第2个词读做狸麻，这是一款食冷的动物，亲像鸟同款，头有乌色一抓一抓，或者是乌色的喷点，因为真歹，专门掠鸟啊、鸟鼠、蛇，也有参甲肉来食。某人讲是山鸟、山麻、山狸啊。咱常常讲到篱笆换太子，本地是小说《三剑五义》内底一个故事，讲到包公审查案件，无意中发现到宋仁宗找到亲生老母，落尾变做戏剧，卖当代表以假乱真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甲做伙。迄阵讲阿明掠准去拄到一个树皮对象，结果对方是要甲伊骗钱，加先叫伊投资撒篱笆换太子，摕假金仔、假珍珠来卖伊，有影是去拄到狐狸精甲伊卖去，害伊先走就走袂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梨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